我平時食無定時，返工應酬又多，餐餐都係啤酒海鮮大魚大肉，加上坐多個企，年紀大運動又少咗。記得有一日我喺梳化起身，落地嗰下啲腳趾突然間痛到好似俾火燒咁，一睇啲腳趾關節又紅又腫，痛到連行步路都唔得啊！嚇到屋企人即刻 call 白車，檢查完之後先發現，原來自己尿酸過多，積埋喺晒啲關節位度排唔走，所以導致刺痛。醫生又開啲西藥俾我，但係一食完一排，副作用搞到冇晒胃口。後來我諮詢咗營養師，佢話尿酸過高可以試下攝達速降酸，因為佢用降解排3部曲清走尿酸，採用日本專利成分木犀草素，有效降低尿酸生成，分解尿酸結晶，再排出身體，全天然成分無藥性，而且佢有註冊營養師推薦，係信心之選。我即刻買嚟試下，每日2粒，食咗一排，腫痛少咗。4星期之後，腳趾關節明顯冇咗紅腫，尿酸水平回復正常，而家行路唔再痛，全靠攝達速降酸幫我清走尿酸，關節唔再痛。